广点传师的培训还有指导，让后学今天有学习的机会。那现在上午是哪几章？第45、46。好。所以现在后学是学习第47章。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下原文。47章总共才36个字，后学要讲1个半小时所以上午凯丽前贤说不容易哈，后学真的觉得很困难，不简单，但是后学就尽其所能的来学习啦哈。那后学这就写得很大字哈，那这样子编排下来刚好是5行，那我们1行就1句，后学呢先带读带念，那我们一起念哈，后学先带读哈。不出户知天下，不出户知天下。窥有见天道，不窥有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不为而成。好，那接下来请各位前贤从头念一次，各位前贤念哦。好，开始。不出户知天下，不窥有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那我们进入主题，后学就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不出户知天下，不窥有见天道。这个户呢是指门户，窥就是偷看然后透过小孔去观察，那有就是窗户。所以我们如果先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不出门我们就可以知道天下的事理。眼睛不往窗户外面看，就能够了解事物变化的发展规律。我们先看字面上这样子，所以或许要请问各位前贤，我们是怎么样不出户就可以知天下？不往窗户外面看，我们就可以见天道，我们可以吗？可以吗？是会。有的前贤说可以耶。是会。他说我用网络啊，用电视啊，好，可是我们看一下现代人的不出户知天下是靠着网络跟电视，可是我们去思考一下，网络是不是很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那我们能不能辨别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视讯，对不对？好，后学要说，今天视讯给你的是女儿，但是不一定是真的是你的女儿。为什么？对，因为现在的 AI 科技太发达了，只要有你的声音，只要有你的影像，就可以无中生有。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辨别我们这个网络的真假？有一个简单很基础的辨别方法，就是诈骗集团他不会浪费他的时间跟金钱来关心你、问候你，他的目的是什么？要骗钱嘛所以他是怎么样？万一我很着急了，我需要钱了，我发生意外了，这个我们心里面就要有所警惕，这个可能不是真的是我们的儿女打来的视频所以网络上的真真假假，我们可不可以去辨别？那有的前贤说，我看电视啊，我就可以不出户知天下。可是我们知道电视都是非常的片段。所谓的片段，后学举个例子，今天有一个摄影师，他要去非洲大草原，他要观察这个动物它的生活习性，他可能蹲在那边1个礼拜，或者是甚至1个月、3个月。可是他蹲守之后呢，他把它剪辑成1分钟，或者是3分钟，或者是10分钟。各位前贤，我们剪辑看到的，他所剪辑给我们看的分钟数里面，我们就
非洲大草原去拍了狮子跟水牛。好，我们今天它只剪辑第1分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头母狮刚好咬住一个水牛。各位浅显，我们刚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心里面怎么想？坤道的浅显一定说：“哎呦，好残忍哦，是不是？”看到坤道的浅显，第一个反应就：“哇，这斩件呢，对不？”好，我们继续看哦。如果我们又继续看，看到这一只水牛呢，它用它的牛角，去把那个母狮把它顶走，然后母狮就受伤了，就一拐一拐的走。好，画面如果先到这边，各位浅显看到这个画面的感想是什么？有人说拍拍手嘛，说哇，水牛不用被咬了，是这样吗？好，我们继续看哦。如果我们只看到这边就是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们继续看哦，这头母狮它就受了伤，一拐一拐的走到一个草丛里面，然后4只小狮子就跑出来，但是这头母狮它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狩猎，因为它受重伤。可是如果它没有办法去捕猎，它就没有奶水去哺育这4头小狮子。那这4头小狮子还没有办法去猎食，这头小狮子就因为没有奶水喝，有可能就这样子死亡。所以后学说，我们看电视看到的片段，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们要给我们看的是什么。所以是非常的片段所以在非洲大草原有一个规定，就是你不能够去干预动物的生存，因为牛吃草，狮子吃水牛，这个是自然法则。所以如果要去非洲的国家公园里面，你们要去摄影或者是要去看，一定会被说不能够干预哦，这就是自然法则。上天要给狮子，它就是不吃草啦。上古我们那个凯义前贤有讲，确实，因为你看那个水牛如果没有狮子的话，它这种成群结队的草也不够它们吃。所以上天造物主老母娘，她为什么要造出这个不吃草只吃肉的狮子，也有它的原理在那电视也有各个不同的立场常常看新闻的话，就会知道说，这一台比较偏绿这一台比较偏蓝有没有？所以我们如果只专注一台电视台的话，其实我们的立场也都会有点偏颇，比较不中立。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现代人的不出户知天下，是老子要说的不出户知天下吗？不是不是。那接下来，所以我们世人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的所知所见是俗知俗见，这不是老子要的。因为俗知俗见的话，只要是知识，它一定是有限的，而且会有障碍。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名词，叫做滑铁卢。我想请问各位浅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说这句话代表是成功还是失败？失败。大声一点。失败。对，这跟后学说的对，是说我们的认知就是失败，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在学校里面所学的这一个名词就是失败的名词。可是呢，我们去到英国，你会看到英国有一条路叫做Waterloo Road，就是滑铁卢路。那么怎么可能有一个国家把一个路名用一个失败的名称来做一个路名？结果问了当地的英国人，英国人说：对因为滑铁卢是成功，所以各位浅显，在英国是成功，在法国是失败，因为拿破仑是法国人，他在滑铁卢失败，所以我们给我们的也是法国的那一个思想。所以，只要是知识的，一定是有限的，不是我们目前说我们认为失败，可是他在历
直流电还是交流电？哦，交流。对，是交流电。但是交流电是谁发明的？特斯拉发明的。爱迪生发明的是直流电，可是我们最普遍、最普通用的是交流电。可是为什么我们学到的是爱迪生？所以从小到大，像后学读的是国立编译馆的，现在不晓得是什么哈。后学小时候读的是国立编译馆，他编的书要给我们读什么，我们就是接收什么，并不是很全面的，所以知识是有限的。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尼古拉特斯拉这个人物。所以我们知道特斯拉是因为汽车也是因为他而来命名的哈。那马斯克之所以要接收特斯拉，也是因为尼古拉特斯拉就是马斯克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来稍微认识一下这个人物。他是19世纪的人，他1856年出生嘛。那他发明了交流电，他总共的发明有700多项哦，然后他婉拒了11次的诺贝尔奖。可是这一生当中，他却是贫苦无依，而且他的生平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公平的评价。那他26岁的时候就开始发明了新型的感应电机，那时候就有人把他举荐给当时已经享誉闻名的爱迪生。那爱迪生呢就跟他讲，他说因为爱迪生的直流电当时有很多的缺点，不仅供电效能低，而且价格又很昂贵，所以他就跟特斯拉讲说，假如说你能够改善我这一个直流电的缺点，那我就给你5万美金作为报酬。各位请写5万美金，在当时19世纪是尼古拉特斯拉他要工作53年才能拿到的薪水，所以5万美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那尼古拉特斯拉因为有这个高报酬嘛，他就很发心的赶快去做研究，去做改善。那很快不到1年，他就已经发明出了24种的发明。当他要跟爱迪生拿这个5万美金的时候呢，爱迪生跟他讲说，这叫美式幽默。各位请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说要赖掉了，对不对？美式幽默就说我是随便讲讲的，你不要当真。那尼古拉特斯拉这个时候呢，才看清楚了爱迪生他的为人，然后，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爱迪生，自立门户。那自立门户以后呢，真正的电流大战就开始。那自立门户之后呢，尼古拉特斯拉他就发明了很多的东西。那当然他就改善了直流电很多的缺点，那就对爱迪生就感觉到他有威胁了，所以他就开始造谣，说交流电怎么样，然后不止造谣
专利销毁，免费给大众使用。所以到他1943年过世的时候，他其实是很贫穷的，因为他不靠他的专利赚钱，他其实在孤独贫困中去过世。但是呢，100年，你看100年前的特斯拉，它却像魔法般的一样，点亮了整个地球，连接了整个地球。所以它的贡献在当时19世纪，因为资本家的关系，并没有把它很重视，直到2003年，现代的我们才发觉它是那么的伟大。所以在2003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决定将特斯拉个人的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所以我们从小从来没有读过这号人物，是吗？我们只知道爱迪生，对吧？是。所以知识其实是有限的，而且知识呢，它会有障碍。我们佛教讲说有见知障，我们看六祖慧能，手知障。六祖慧能他不认识字，可是他就没有这样的障碍，他就没有知识的障碍。因为六祖慧能他的根基就是他不用经过学习，他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当然我们现代人不能说六祖慧能不认识字，我就不去读书，我就不去学习，我就不要知识，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生是怎么样？要先立而后破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没有那样的根基啦，我们必须先学习，然后再把它破掉。之所以会迷，是因为越学越多，学的很多，越学越多破不了，那才迷啊，那才会迷掉。那么老子要讲的当然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些所知所见，老子要讲的就是真知真见。那所谓什么叫真知真见？在《孟子尽心篇》，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真知真见就是我们的良能良知，就是我们不用特意去学习的，就自然而然本自具足的叫良能。我们没有经过思虑就知道的，这个叫良知。那良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善良的本性，不用学习就会，不用想就知道的道德能力。所以老子要跟我们讲，明道的人才能够真知真见。所以《论语》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是什么？各位浅显，这个本是什么？就是根本。这个本就是根本，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根本良知。所以后学就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圣人他们这样子仰观天下，或者是观察人世间的事物，他们就能够理解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好了。我们现在我们说道都有一个规律，当然规律我们在这边先有一个概念，我们在听的时候才不会说灰道跟规律其实